大家好，歡迎收睇國色相通。國家發展藍圖當中，除咗講一個經濟發展以外，傳統文化嘅傳承同埋保育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㗎。今日要同兩位嘉賓一齊傾下，點樣可以令我哋優秀嘅中華傳統文化一直延續落去。有我哋嘅嘉賓主持 Stella 李慧芬 ，Hello Stella。Hello Apple 好。Stella 你好 ，Apple 你好，你好觀眾大家好。Eddie，咁我知道其實你就對於中華文化都即係好有研究啦，尤其是係粵劇啊一啲嘅音樂領域之上，一陣間咧都要同你請教一下，因為好早期你已經有一啲嘅交流團啦。不過都想問兩位啦，其實點解國家都會將就係我哋覺得就係一個軟實力放喺一個咁重要嘅位置咧？Apple 你講得啱咧，非軟實力你講呢個名詞就係一個國家除咗國力啊，睇佢個武器，睇佢個 GDP， 仲要睇下個人民素質㗎嘛。即係如果一個國家個城市本身佢哋只係唯利是圖嘅。樣樣都講緊賺錢嘅，或者係保護自己啲軍費就撥得好多，但係睇翻佢撥去文化發展嗰方面咧就唔夠嘅，咁人民嘅素質咧就唔會提升。咁我先翻轉頭講翻，唔需要澄清嘅。不過我話，咦，可能近年去睇粵劇，咁俾朋友見到，咁啊覺得我係中意睇粵劇。咁其實我嘅唔好話文化生涯咧，即係喺對於一啲音樂有興趣嘅咧，其實係一個高中嘅時間、中學時間已經開始嘅。咁就係我玩音樂，咁啊音樂嘅聲部咧，我係玩敲擊樂嘅。咁所以咧就因為喺敲擊樂裏邊咧，就接觸一啲樂隊，咁以西樂為主。銅管樂啊，後期去出嚟，我支持管弦樂嘅成立啦，咁所以咧我係即係西樂就嘅興趣者嘅，咁啊爵士樂啊我都好喜歡嘅去聽啊咁樣。咁但係中國嘅文化係有5000年，你不可或缺嘅。咁啊喺2021到2025。喺開始嘅第14、5規劃一開始嗰時咧，佢有提到關於文化喎。係啊，雖然篇幅唔多，咁但係咧佢就刻意咧係講咧就係香港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哇！咁雖然簡簡單單係講緊呢10幾個字，咁香港負責文化嘅一啲藝團啦，咁都要理解。咦？呢個紅頭文件嚟嘅喎，呢個國家規劃喎，咁提到港澳篇，咁喺香港特區裏邊係中西文化嘅走廊喎。咩走廊咧？就係話，如果談粵劇啊，咁佢哋覺得就係，佢係屬於廣州、佛山、珠海、香港。即係啲名伶啊，基本上佢哋嘅發源地喺度。咁佢覺得就係，如果要發揚或者係要咩咧，要發展粵劇嘅，咁呢一個即係大灣區裏邊呢幾個地方，基本上係一個咩文化走廊咁樣。好啦，咁如果講到文化，我哋唔係行出嚟做台戲啊，就演員都要開飯嘅，咁咪要咩？要支持啊！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商界亦都係好多時Stella 我哋都接觸到好多係無論係中學生嘅時裝表演、書法比賽，係咪啊？或者咧就藝團嘅每年有樂季咁做企業嘅係都會去支持嘅。雖然你話，咦，香港9大藝團其實都係政府有資助嘅喎，大家知唔夠啊嘛。咁你話頭先你提到粵劇係唔係已經係9大藝團咧？對唔住啦，就未係啊嘛。咁所以有2個藝團咧，一個咧就係歌劇院，一個咧就係你可以話屬於八和啦，或者係粵劇界啦。呢2個都好想爭取咧，喺9大藝團裏邊係政府嘅資助名單裏邊咧入埋落去第10、第11嘅。但係暫時聽到咧就係有啲特別嘅發展粵劇發展基金啊，其他嘅資助係有嘅，但係正式納入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資助嘅額咧，就政府係未有嘅。政府都係講緊而家啲資源有限啦，我仲減緊喎，依家係咪？咁即係一口氣講咗關於其實係文化係需要嘅，但係原來咧後邊都可能係企業或者政府都需要 support 嘅。如果你冇支持嘅，咁佢點能夠可以做一啲好高質素嘅、好有創意嘅？越有創意嘅，即係越唔係賺錢嘅喎，可能係試啊嘛，即係創新啊嘛嚇。咁亦都有啲人提到 art tech 喎，數字藝術會唔會依家有好多藝團嘅表演
係融入咗好多科技啊。喺依3-5年係真係融入咗好多。舉個例子，以前可能係見到樂團喺度表演啊，管弦樂啊，但係依家可能喺佢後邊咧有個好大嘅一個投射幕，係講緊一個故事，啲音響係做到好立體，去配合呢個樂團嘅演奏啊。咁啊，俾到個觀眾咧就唔單止好似係傳統聽古典樂曲坐喺度。去聽台上邊嗰100幾廿人去咩咧？去演奏，佢好似同緊一啲出嚟嘅影像互動緊啊咁啊，亦都呢一部分好吸引啲家長帶小朋友入去嘅。即係你要頭先講到有一個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你要培養唔係樂團嘅成長，你要培養觀眾嘅成長。係啊，冇錯啊。嗱，Stella 依家咧頭先 Apple 講話粵劇咧就面對一個問題啦，就能唔能夠年青化？年青化唔單止係個演員個花旦小生要年青化，觀眾都要年青化。咁啊，觀眾年青化咧，我接觸好多觀眾咧，我請佢去睇啦，咁佢就話係唔係要3個鐘咧睇足啊？即係成套劇。咁我話呢套劇好2個半鐘啫，咁佢哋就鬆一口氣。OK， 中間仲有中休15分鐘。嗱，咁所以喺城市人咁急速嘅步伐裏邊，你要佢入去戲曲中心坐3到3個半鐘頭，佢唔係退咗休啊嘛。咁你要佢支持喎，咁你又要去迎合佢哋，要去將成個演奏嘅流程啊、劇本咧係要去符合觀眾。其實我覺得係分開2部分去睇嘅。譬如頭先講地方就係睇粵劇，因為要3個鐘頭啊、3個半鐘頭咧。咁其實我通常聽到我都會覺得都有啲窒一窒嘅。下半場就要休息啦，不過翻咗去休息喎。唔係，我通常我真係唔去，我一定會睇晒全場嘅。我都係咁樣，因為真係好睇嘅。冇錯。係啦，即係其實係即係你打入去之前嗰刻，你只要克服到嗰3個幾鐘頭嘅話咧，你就一定會睇晒全場嘅。不過我咧就話咧，唔好話粵劇，其實就算電影，你當你喺3個鐘頭以上嘅話咧，其實都係少咗觀眾嘅。即係話其實咧，無論係咪粵劇又好，或者係即係我哋一般年輕人都會睇嘅電影咧，總之咧超過3個鐘頭咧，其實都會係有稍為咧令到啲人卻步嘅。咁但係頭先講咧就話係政府嗰9大藝團啦，因為藝發嗰個之前都坐過個 committee 咧，其實佢哋係需要2樣嘢地方，就係第一，佢哋真係要標觀眾嘅，即係話佢一定要咧係有個嘅使命，就係我要令到有多咗觀眾去識得去欣賞我呢一個嘅表演嘅。第二地方咧就話點解政府俾嘅錢，譬如9大藝團其實俾得最多錢，但係都係唔夠，但係同埋再加上其他一啲嘅小型藝團啦，佢政府都有啲資助嘅，因為政府上方就係話你揾一啲商界，大家去一比1咁樣去資助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多咗觀眾嚟去睇你嘅表演，咁你咪好自然地就會係即係 build up 到呢個觀眾咯，令到咧就話係成個香港咧，即係譬如如果你有唔同嘅商家係去支持唔同嘅藝團嘅話咧，咁你就會成個香港就多咗人去睇呢一啲嘅表演，就學識欣賞咯。我覺得其實係政府都有一個諗法出邊咯，我覺得係。阿 Stella 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就算你幾高檔嘅藝術都要咩雅俗共賞即係咧。做律師嘅、做專業人士入去聽管弦樂，咁你都要培養咩咧？培養啲中學生、小學生都要開始去了解咩叫古典樂曲咧咁樣。咁所以咧就係至少要培養咁所以呢個阿 Stella 頭先講得好啱。不過呢度有個現象就係企業去支持，其實呢度係不嬲都係發展緊。但係咧就係有啲可能不為人知嘅咧，就係企業都有老化嘅。點樣企業老化咧？就係我哋以前咧，就係喺國內有好多落嚟香港創業嘅企業家。哇！你一開始講話京劇，你又可以講話粵劇係越南嘅粵啦特別即係一個戲劇種。你香港管弦樂團或者係芭蕾舞團，咁佢哋 hit 中咗，即係佢哋嘅興趣喺度。咁佢哋覺得我係要支持呢樣嘢。佢哋不説二話，成個集團可能都會撥一啲資源去支持佢一場，或者係成個項目裏邊嘅贊助咁。但係依家咧，其實企業嘅接班人已經去到第2代、第3代。咁我接觸企業嘅第2代、第3代嘅咧，佢哋都係 high tech 一啲嘅，比較科技一啲嘅。即係佢哋喺選擇支持嗰陣時咧3個鐘頭粵劇，或者管弦樂團要2個半鐘頭觀
管弦樂團可能好少少咧，因為呢個香港係中西文化啊，呢個即係呢個歷史因素啦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啊。咁而政府嘅資助同埋企業嘅資助，有資助係咪代表可以標up到個觀眾咧？咁呢個係最基本係需要，但係咧都有時你送飛俾佢，佢都要，或者啲老人家。你叫佢買飛咁啊，唔好啦，婆婆，我送2張安排兩個位俾你啦，咁你都要佢能夠可以有興趣嚟。咁我見過有啲上一年紀嘅有興趣嘅，佢去到現場係好雀躍嘅，即係佢哋係好捧呢個老官場嘅，佢哋有反應嘅，又唔係話後生嘅係陪爹哋媽咪入去嘅。完未啊？咁好多時都問完未啊咁樣。咁當然呢一個咧就係我都覺得喺近呢幾年咧，粵劇以講呢個粵劇嘅戲種，即係呢個藝術嘅層面咧，有好多學校咧都已經做緊青訓。咁除咗喺演藝學院裏邊有一啲訓練班係俾年青人啦，係去接觸戲劇嘅話咧，咁仲有咧就中小學咧都有啲老師喺音樂堂裏邊咧加咗一啲粵劇入去。咁呢個會唔會頭先講話？咦，紅頭文件14.5規劃裏邊有提到喎？咁唔多唔少係激起一重浪嘅。有好多人就諗緊，咦？咁國家係咪將呢個嶺南嘅文化粵劇係都想喺香港？因為香港本身嘅代表性係比起其他9+2嘅地方，或者係國內其他嘅地方北邊嘅地方咧，喺粵劇粵語嘅粵嚇就係更加有代表性啊！咁所以已經粵劇列入為呢個教科文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呢個亦都係對於粵劇嘅一種即係一種有深度嘅睇法啦，咁樣嚇。正如 Eddie 所講啦，其實因為我哋嘅文化咧有好大嘅歷史背景喺裏面啦，咁亦都係真係好值得去保留。所以見到咧就係國家方面啦，喺一啲嘅長期發展工程嘅意見稿裏邊咧，亦都將就係傳統嘅文化傳承咧列為一個長期嘅目標啊。點樣有系統化咁樣可以令到傳承嘅工作咧做得更加好？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分析。繼續翻到嚟國色相通嘅節目時間 ，Eddie 同埋 Stella，咁我哋都提到啦，就係其實一個文化嘅傳承咧，就唔係一次性嘅工作嚟嘅。咁因為你要就係不斷有新嘅觀眾群啦，咁亦都係要與時並進。咁所以其實咧喺國家嘅一啲規劃裏面列為一個長期嘅目標，咁就唔單止話係而家要做得幾好啦，係未來我哋嘅新一代點樣令到佢哋認識到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咧？例如咁喺一啲中小學裏面啦，其實佢哋都有去教導點樣就係乜嘢為之文化遺產嘅一個保護㗎。呢方面咧，咁我要請教下兩位啊，因為其實如果講話真係要令新一代嘅小朋友去接觸到我哋嘅傳統文化嘅話，其實就要做一啲佢哋中意嘅嘢，或者令到佢哋有個參與感喺度啊。兩位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團啦，或者有一啲嘅項目，其實就係都針對係年青人嘅參與。係啊 ，Apple Stella 頭先 Apple 講到話要首先要知道小朋友學生喜歡啲乜嘢先去做交流，就唔係阿老師要你去做交流。係啊，一調轉㗎，要係學生中意啲咩先。你有冇發覺到啲學生中意邊個範疇多啲啊？其實咧，總之係對佢哋嚟講，翻去內地咧，其實都好新鮮嘅。對佢哋嚟講係，因為真係而家內地即係俾啲新嘅嘢佢哋。科技因為真係好發達，同埋咧就見到啲先生啊或者一啲校長去帶啲學生去嘅時候咧，佢話就算帶佢哋去一啲譬如就算當然上海呢啲係佢哋最開心啦，係咁就算係譬如一啲嘅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咧，佢哋去。我唔記得佢嗰次去邊度，總之就係落到即係船上面嘅時候咧，見到個船嘅即係去入一個嘅關口嘅時候咧，隻船又點樣升高，佢哋覺得好得意啊！已經係因為咦點解船唔係就咁直入個港口咩？點解會喺去到閘口之前嘅時候咧，會自動升高咗咁樣再去入去嘅咧？咁其實對佢嚟講係咩都得意。所以就一句説話一定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咁由幾時開始咧？係咪佢畢咗業啊？有以前嘅一代嘅社會就係我哋見到咧，就係佢有條件出到嚟，起碼屋企能夠資助佢，或者佢自己儲到第一筆錢，先買條機票去邊度咧？最近係菲律賓啊！即係喺以前個年代係咪？我已經好開心啊！但係依家咧就係中國嘅急速，即係內地急速嘅即係經濟發展，大把嘢可以俾佢睇。
譬如頭先阿 Stella 講就係話睇到有一啲體驗嘅嚇，咁呢啲體驗喺上到去，譬如話係上到去三峽啊，或者上到去某一啲有科技背景嘅公司參觀，就算未去到現場都係好嘅。咁香港嘅教育咧，其近呢呢3年咧，好提倡咧係發展科技嚇，特別喺大灣區、佛山、深圳、東莞一帶咧，其實有好多廠同埋有好多創新即係創業嘅基地咧，係做咗呢啲咁嘅機械人啊，同埋咧好多呢啲咁嘅產品。咁我哋嘅學生由中小學可以透過依家學校咧有一個咧就係兩地交流嘅基金，每年都會有一個撥款嘅。咁老師校長只要去設計好嘅話咧，學生可以大開眼界。咁如果問我我都有同學生一齊上過去。學生小朋友最喜歡嘅就真係機械人嘅格鬥，點樣去寫編程啦，點樣去冚機械人啦，咁樣就算係好困難都好，咁佢哋都覺得咧係好有成就感。咁我同佢哋一齊上去東莞一帶去參觀呢啲廠，我覺得我自己都有見識啦，係咪？咁除咗喺呢度咧，就阿 Apple 頭先都有問到，咁究竟喺我接觸一啲文化嘅領域裏邊，同學生係行過邊，即係邊段路我最有感覺咧？咁其實如果咁樣講開咧，我喺大約係15到20年前咧，我已經開始即係。教育局未有撥款咧，我哋都已經。你係交流嘅先鋒喎。我哋已經係揾人贊助，或者我哋自己去籌組一啲資源咧，係大學生。咁呢啲學生係乜嘢咧？係一啲樂隊，係中學生嚟嘅，係未去到高中，高中生啊唔可以太多煩擾，要考 DSE 啊嘛。嚇咁啊，大約係中2到中4咁上下啦。有啲中1生。咁我哋就浩浩蕩蕩帶咗有100幾人3間學校。去上面做訪問去交流，咁而香港嘅學生嘅樂隊咧就係以步操樂為準，即係佢就要學步操，又要學花式。咁如果大家嘅理解，即係你睇5、4個運動升旗禮，咪有好多青年團體出嚟咧，係啲升旗隊嘅，大致上係咁樣嚇。咁咧呢啲鼓啊、銅管咧都係好切合喺步操樂，就唔係喺科裏邊坐喺度嗰啲鼓嚟嘅嚇。香港嘅青少年嘅步操樂隊咧，其實上到係表演嘅，佢哋唔係去比賽啊。而因為當時喺15到20年前，呢一個算做喺上邊高校裏邊都新穎一啲啊。咁佢哋未係一個好成熟嘅發展。咁香港本身都係中西文化嘅交流嘅地方啦。咁好多學校都有步操隊啦。啊，咁我哋就將好多間學校嘅精英抽埋，咁啊有3間學校一齊上去。咁啊有幾站去過，我都好有感覺嘅。第一個咧就去北京嘅長城嘉峪關嘅下邊個廣場嗰度咧做一個表演，係啦。咁咧就佢哋之前咧就會叫咗有好多唔同省市嘅佢要有得咗冠軍先可以嚟同我哋一齊做比拼嘅。咁咧就香港呢一隊咧就係做表演隊㗎啊。咁而去完北京之後嘅1、2年之後咧，我哋就去上海、去無錫啊，然後跟住廣州啊咁樣，呢啲都有去到。咁發展咗幾年之後咧，我哋揾咗啲資源咧，我哋基本上係去韓國濟州島參加世界嘅步操節啦，亦都有被邀請過去日本千葉縣裏邊同對方嘅第1女子中學咧就咁你去到就唔係表演啦，你係學嘢㗎啦。香港嘅水準嚟講喺亞洲都唔錯，但係以亞洲嚟講 number one 咧就應該係日本嘅。咁當然如果全世界嘅步操樂嗰個就係美國，因為人哋一啲Super Bowl 一啲美式嘅足球中間一啲即係過場咧，一出嚟講200個人嘅，我哋呢啲學生樂隊如果有60個都已經係非常之龐大，而且香港要做呢個訓練亦都有好多限制。咁但係呢一段時間我係開心嘅，我嘅結論咧就係雖然我係帶一啲同學行呢段路，但係我係睇住個國情嘅變化。對於我喺從商啊，或者我喺香港嘅其他年青人或者專業團體嘅社團裏邊去睇中國嘅發展咧，我係俾呢隊樂隊嘅有咁嘅機會咧，我哋一齊行呢段路咧，我好早就見證咗。點解咧？就係我舉一個例，好簡單。頭先講話上到去北京表演，上面嘅
高校生咧即係佢哋所表演嘅器皿，即係器具啦都全部係未符合到步操樂嘅，因為佢哋唔知去邊度揾啊嘛。但係過咗3年到5年咧，我哋同啲上邊啲老師交流咧，佢識得話俾我哋聽，佢喺網上邊咧揾到去雅馬哈，喺雅馬哈訂咗，直接入去中國係嗰個上海間即係高校好有錢嘅，咁佢啲校監出錢，因為有互聯網嘅產生，佢哋嘅搜尋能力同埋佢哋要認知呢個以外嘅呢個世界。亦都當然係中國係開放呢個乜嘢啦咁佢哋搜集到，咁我哋睇住佢咧一步一步咧進步，而亦都之後咧，我哋再上去同佢喺廣州一個即係一啲匯演嗰時咧，佢哋全部嘅裝備都已經係同香港一模一樣，仲要大型過你100人。我哋係可以好多，佢哋係人數可以好多，資源亦都會多過你。佢有好多支持佢嘅資源。香港咧就好辛苦先可以籌組到啲資源樂器啊、制服啊，同埋出去交流。咁呢一段對我喺即係年青那些年行嘅年青人之路行得唔係咁成功，而我帶佢哋，而佢哋係能夠可以做得到我做唔到嘅嘢咧，我都非常開心，因為我做唔到啦。我只能夠以一個年青團體嘅代表咧，係去帶領佢哋。嗱，不過講到咧就係話而家係屬於一個互聯網年代咧，Eddie 都有講，就係好多嘢你要有創新同埋數字化㗎。咁會唔會係亦都係就係我哋一個中華文化傳承嘅新出路咧？例如而家就係內地嘅社交媒體、小紅書或者係抖音個影響力一啲都唔細嘅喎，對新一代會唔會可以將我哋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個模式演變成為一個可能係短視頻或者係一啲創新數字媒體嘅形式咧？我就非常認同咧，係雙線發展，即係叫做ArtTech 啊嘛，即係喺藝術之中注入咗有好多科技嘅。係啊，冇錯。咁如果你講社交媒體無論係小紅書啊或者係抖音啊，咁其實有好多傳統文化嘅藝人咧，都拍個視頻咧，短咁走上去宣傳。去，因為唔係個個去3個鐘頭入去戲劇，去音樂廳聽嘢啊嘛。咁短地可以喺視頻睇下切子，其中最精彩嗰段，由嗰度開始培養到一個興趣，然後跟住就買張飛入去。咁呢個咧喺科技嘅媒體嘅發展確實係幫到佢。但係當然亦都有啲人咧，有啲大佬官喺我側邊有啲聲音咁講始終都機械人代表唔到佢哋嘅小生嘅。個機械人幾叻都好啦即係你個 AI 幾叻都好啦，始終咧嗰種關目嗰種做手嘅排場喺佢哋嗰個行當裏邊咧，就係始終都係由真人做，你嗒落去，然後先至有味道。咁所以咧就係雙向發展嘅，就係話始終要做好個台戲咧，都係要咩咧？台上就1分鐘，台下咧就10年功。咁科技係可以幫助佢令到佢哋多啲人認識佢而亦都有多喺表演嘅過程咧，係透過啲科技咧就係生動化啲同埋咧就係會冇咁即係傳統化。咁但係傳統嘅藝術咧，又唔可以將佢磨滅減到完全係冇咗嘅嚇。咁呢個係雙向發展。咁啊，再一次咧，多謝 Eddie，亦都多謝 Stella，多謝兩位。好多謝 Stella Apple。